这是我在琼林的童年回忆。同歡喜今日來到呀，我爸爸係苗栗人，我媽媽係竹東鴉片瓊林，所以我係100%的客家人。我的阿婆是一個很優雅、很有氣質的女生。再來就是阿婆的手藝非常好，想到阿婆我就想到各式各樣的紅麴。那阿婆家都有一缸一缸的那種玻璃瓶，大大玻璃瓶，裡面就是紅麴。再來就是阿婆會做各式的客家飯，我超好食的就是客家人特別有的9層板，千層蛋糕的客家版9層板，很好食咯，然後耐煮請唔到，買唔到誒。我推薦大家要來瓊林玩，因為這裡還有很淳樸、很嫻靜的步調，然後感覺不商業化，在地的一些小吃，那個是住在都市叢林的我們根本吃不到。文昌街的柑仔店竟然還有，我好久沒看到這樣子的店，裡面還有那種玻璃缸，蓋子打開來，然後我最喜歡的是金桔餅。我剛吃，我覺得我好像回到7、8歲，我怎麼可能還吃得到這個味道？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地方很有名，大家來都會買的那個新美珍的布丁蛋糕，那完全就是古早味的那種，好像小時候阿婆她蒸出來的那種雞蛋糕。大家如果來瓊林玩的話呢，我特別推薦一定要去2個地方，一個就是泉水澗，那個河流，小小的河流。有魚，你眼睛就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魚，那麼清澈。然後其實小孩子來啊，鞋子一脫啊，腳都可以碰那個水。聽說一年四季水都是這麼清澈流動的。然後還有一個地方叫做飛鳳山，那個地方呢，是我每年暑假來到瓊林阿婆家玩的時候一定去，因為我的姨婆嫁到那個地方就住在那。姨婆家旁邊有個池塘，池塘現在還在，我在那邊釣過這麼大條的紅鯉魚。然後旁邊很多的橘子園可以摘橘子，還有一個感應橋。那感應橋那個地方呢，是非常好的一個步道，所以親子步道啊，大家來瓊林玩的時候一定要走那個感應橋的步道。我非常高興，我今天來到瓊林，我外婆的故鄉的一日遊，很感動。我今天出門前特別帶了這個放在我家裡的櫃子裡面的阿婆親手做的。他那時候80來歲，他做給我的就是這一隻，所以我覺得我今天來到我的童年故鄉，太值得我回味了。我覺得每一個朋友呢，都會有你自己的瓊林，你的童年的故鄉。趁暑假有時間的時候呢，回到你的故鄉，尋找原本的那個你，我覺得收穫會非常的多，讓你更有能量去接着往下過你美好的日子，所以大家趕快回到你的家鄉去。